征服的八端，能指引我的人生，不再迷茫，如同飛鳥。你哋唔好以為我嚟係廢除法律或先知，我嚟唔係為廢除，而係為成全。我實在話俾你哋知，即使天地過去，一撇或一畫，亦決唔會從法律上過去，必須會等到一切完成。所以，若邊個廢除呢啲誡命中最小嘅一條，又咁樣教訓人，喺天國裏面，佢將稱為最小嘅；但若邊個實行，又咁樣教訓人，呢個人喺天國裏面將稱為大嘅。我話俾你哋聽，除非你哋嘅義德超過經師同法利賽人嘅義德，你哋決唔能夠進入天國。你哋向來都聽過古人講嘅說話，不可殺人，若邊個殺咗人，就應該受裁判。我卻同你哋講，凡向自己弟兄發脾氣嘅，就要受到裁判；若邊個向自己嘅弟兄話傻仔，就要受到議會嘅裁判；若邊個鬧人瘋子，就要受到火獄嘅懲罰。所以你若喺祭壇前要獻上你嘅禮物嘅時候，要喺嗰度想起你嘅弟兄有咩嘢怨你嘅事，就將你嘅禮物留喺嗰度，留喺祭壇前，先去與你嘅弟兄和好，然後再返嚟獻上你嘅禮物。當你同你嘅對頭還喺路上，趕快同佢和解，免得對頭將你交俾判官，判官交俾差役，將你投到監獄裏邊。我實在同你哋講，非等到你還咗最後嘅一文，決唔能夠從嗰度出嚟。你哋一向聽講過不可姦淫，我卻對你哋講，凡注視婦女有意貪戀佢嘅話，佢已經喺心裏面姦淫咗佢啦。若係你隻右眼使你跌倒，就刮咗佢出嚟，從你身上掟走佢，因為喪失你一個肢體，比你全身投入地獄裏面，為你更好。若果係你隻右手使你跌倒，就斬咗佢落嚟，從你身上掟走佢，因為喪失你一個肢體，比你全身投入地獄裏面，為你更好。又有講過，若邊個想休妻，就應該俾佢休書。我卻同你哋講，除咗姘居外，凡休自己妻子嘅，就係叫佢受姦污，並且若邊個娶被休嘅婦人，就係犯姦淫。你哋又一向聽過對古人講嘅，不可發虛誓，要向上主償還你嘅誓願。我卻對你哋講，你哋總唔可以發誓，唔可以指天，因為天係天主嘅寶座；唔可以指地，因為地係佢嘅腳凳；唔可以指耶路撒冷，因為佢係大王嘅城市；亦唔可以指你嘅頭髮誓，因為你唔能夠使一條頭髮變白或變黑。你哋嘅話應該係是就說是，非就說非，其他多餘嘅就係出於邪惡。你哋一向聽講過以眼還眼，以牙還牙，我卻對你哋講，唔好抵抗惡人，而且若有人掌摑你嘅右邊臉，你就將另一邊臉亦都轉埋俾佢。嗰啲願意同你爭訟嘅，攞你內衣嘅，你就連外衣都俾埋佢。若有人強迫你走1000步，你就同佢走2000步啦。求你嘅就俾佢啦，願向你借貸嘅，你唔好拒絕。你哋一向聽講過，你應該愛你嘅近人，恨你嘅仇人。我卻同你哋講，你哋應當愛你哋嘅仇人，應當為迫害你哋嘅人祈禱，好使你哋成為你哋在天之父嘅子女，因為佢使太陽上升，光照惡人，亦都光照善人；降雨俾義人，亦都俾不義嘅人。你哋若只愛嗰啲愛你哋嘅人，你哋還仲有咩賞報呢？稅吏唔係亦都咁樣做嗎？你哋若只問候你哋嘅弟兄，
你哋做咗咩咁特別嘅呢？外邦人唔係亦都咁樣做嗎？所以你哋應當係成全嘅，如同你哋嘅天父係成全嘅一樣。慈悲是愛滿人間，謙卑是最美的容顏。聖經注釋：法律同先知即係指全部嘅舊約。基督徒嘅義德係在於受法律嘅內外約束，而唔係好似法利賽人所講嘅，而只係在於法律嘅外在行為。耶穌不但禁止人殺人，而且亦都禁止人懷住導引人起殺機嘅憤怒同埋辱罵。瘋子按原文係指不恭敬天主、不守法律嘅人。火獄按原文係指靠近耶路撒冷城南燒垃圾同埋屍體嘅革厄納山谷，舊約常稱佢做本希龍。呢一個山谷作為地獄嘅象徵。喺第17至到第37節，教訓人守一切嘅法律，預防犯罪，應由約束內心做起。法利賽人即忽略咗呢一點。基督徒嘅成全之德係愛，呢一份愛尤其表現喺愛仇上邊。愛仇非出於怯懦，而係效法天主恩待善人，亦都恩待惡人嘅美德。不再有煩